因为个故事而看到，特别是万花区台地国小有一届到学艺嘅先生罗昌雄，佢系故乡闽南人哦，是讲以前都到台地国小来开学艺课程，因为学校大部分嘅学生啊都系河南人，佢哋嘅家长也冇希望生意呢来学其他嘅语言，不过呢，因为罗先生老大嘅生意呢都遵从自家嘅生意呢，强用按用心来搞，结果呢，啲家长本来系反对嘅。天天呢都转变别种认同，也听呢学生啊，强下来认识客家文化滋味。上课的同学同有精神，同先生行礼问好，特别是台地国小全校差不多有600人的学生诶，但都是河南人。不过3股有1股很多同学本土语言课程先修的合法。开始嘅下嘅有家长就认为讲，我哋係河洛庄，有咩客家人，學到一個客家話，有嘛嘅用，成果發表嘅下嘅有得到名次，家長開始都講，哎呦，我先人咧喺舞台當歌，哎呦，畫種畫個講，哎呦，表現到以後，又會從客家歌，多一種語言。田登先生亦是紀念定學兒童遊，一到國小5年生的學生誒，以為對幼稚園意思就田登羅昌雄先生學講客，一下已經顯明看得到學習嘅效果誒。是講條蛤蟆客家對佢哋來講還全唔了解。甚至細人嚟會講先生，講嘅客家話，用嘅錢係上到2班，啊我記下都面到千學少，所以話以為講啊我嘅錢，我哋客家人。就會聽下台灣人啊，只是講我嘅阿爸阿妹、阿公阿媽講嘅話，跟你呢好多嘅阿公阿媽講嘅冇相樣。上下啲學兒唔多所在推行合法是在冇按規，認真大部分嘅學生嘅離開學校過後就當小有機會做第一個接觸到合法。先生就喺羅線北度用輕鬆生活嘅上課方式來向新人嘅來學。我就透過從日常生活度裏嘅語言。加入遊戲教學，還有透過歌唱、律動、音樂，就是聲音的又唱又跳，又達到聲音的會講客家話，每天快樂。語言應該不分族群、不分地區啦。那在這個地區，閩南的族群比較多，可是我們孩子當學會了閩南話之後，他再學客家話，對他來講是多一種能力，同時他也能夠了解客家的文化，我覺得對孩子的幫助非常的大。也條本地9成5倍嘅德興山同花布山，喺羅先生特別倡議做嘅客家文物陶器，上世紀還會帶動學生嘅去客家莊溜看看啊。帶到三峽的文化園區，還有桃園的客家莊，去體驗呢客家嘅農家生活啦，或者是客家人嘅乜嘅美食，嗰些聲音呢對我哋嘅客話，學到嘅許多嘅地方比較有高安嘅美食吃的東西，菜包研究的講。教研度空同嚟到新年嘅托行業上，喺羅昌雄先生是公認來3萬大兵嘅成果，其用心嘅來教，是望一類類傳承客家語言文化因，天天嘅變啊，上見睇條起來，客家新聞已經有成咗，報道。